好啦，乡亲啊，继续来看这个白色恐怖的受难者，当年入狱，也则是去互枪决。因的家属连带嘛将做警政系统查考的对象，这对家属的日常生活来讲是造成严重的影响。促转会订集到137000笔的政治的档案，要甲真相公布给大家知。我只知道警察3不5时就会到家里来。这是白色恐怖的受难者家属，那讲到过去，心肝头也是真惊吓。我出生是1980初期，报号里面有我的名字，居然有我的名字。来看这位黄春兰，伊是高雄科技大学退休的教授，伊想到因老爸黄文光向枪决的迄一年，伊才5个月大。当年伊申请着会当去美国大学留学的机会，但是却得袂到出国的允准。最近伊伫个解密的政治档案当中，竟然看到家己的名。我证件办不下来，所以我表示我不想出国。怎么会是我表示我不想出国？就是愤怒、毛骨悚然、难以入眠。促转会启动第6波的档案收集，并且甲公安局、调查局、警政署等等33个机关合作，总共清查出137000笔的档案。保防档案里面有很大一部分是对于政治受难者的家属的一个监控，花了1年多才完成这样子的档案，但是只要脚步一旦开始，我们就不会停下。这个白色恐怖当事者甲家属，过去长期拢无互社会理解，即马促转会会继续努力，要厘清历史的真相。